宝，宝，你怎么知道我颈椎不好啊？我看你办公室里面放了按摩仪，而且今天又一直揉颈椎。哦，店员说这个很管用的。哎，贴好了。这个有活血的成分，等会儿就会发热了。怎么啦？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。那我给你按按吧。你会按？嗯。江总，我这样按不舒服吗？热。哦，那应该是膏药起作用了。哎，我口渴了，你去冰箱里帮我拿个喝的吧。哦。江总，这里只有啤酒。啤酒应该没事吧？拿过来吧。哦。江总，你不好仰头，就拿吸管喝吧。嗯。江总，你不会喝醉了吧？这才2瓶啤酒。宝，宝，宝，江总，你清醒一点。宝，宝，宝。江总，你要睡也别在这儿睡，你上床睡，我跟你扶上床好不好？宝，宝。